嗰日見到呢座兆獻樓呢，淨係諗到一個詞：中式夢核。你話點解啲網友慕名而嚟，但係又對碉樓感到好失望呢？咁我哋咁遠過嚟睇碉樓，究竟佢嘅價值同精髓又係乜嘢呢？拜占庭式嘅銅頂、古希臘愛奧尼柱廊、巴洛克山花，再搭配翻中式嘅石獅同埋中文字聖賜閣，呢種四不像風格嘅碉樓呢，係點樣形成嘅呢？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呢，天朝上國嘅美夢呢，就被西方嘅戰船大炮徹底擊碎咗。咁一批開明嘅知識分子呢，就開始開眼看世界啦，揾下救國圖存嘅道路啊！正喺呢個時候呢，魏源喺《海國圖志》中呢，就提出咗師以長技以制夷啊，意思呢，就係學習西方先進嘅技術嚟抵禦外來嘅侵略啊！咁清政府派出咗幾個官方使團去西方實地考察之後呢，就開始推行留學生嘅計劃啦。咁當時西方文化大量湧入中國，除咗因為呢啲留學生，仲有好多喺金山揾血汗錢嘅華僑啊。咁呢啲華僑呢，就將喺異鄉所見到嘅令人驚嘆嘅建築樣式呢，就帶翻嚟故鄉，喺模仿西方風格嘅基礎上呢，融入咗自己嘅中式理解同埋想像啊。咁建起咗一座座自己嘅屋企啊。嗱，呢啲碉樓所呈現嘅唔係標準嘅藝術美學，而係對美好生活嘅全部想像啊！而呢種構想本身呢，其實都極為之抽象啊，因為佢哋未必清楚自己具體想要乜嘢啊，而係憑直覺呢，將願望寄託喺一磚一瓦之間啊，咁啊構成咗呢種四不像嘅巨像碉樓啊！咁正因為碉樓足夠抽象啊，咁我哋係咪可以將佢定義為一個更加抽象嘅嘢呢？東方嘅文藝復興啊！西方嘅文藝復興呢，就由貴族贊助推動啊，而東方嘅文藝復興呢，就係由華僑主導啊。咁呢場普通人嘅文藝復興呢，就冇藝術贊助人，冇美學理論。咁當你行入僑鄉呢，觸摸下呢啲斑駁嘅牆面呢，抬頭睇下呢啲融合嘅銅頂呢，你就會發現我哋見到嘅呢，就係100年前普通人對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埋創造啊。碉樓本身呢，就係一場普通人嘅藝術革命啊，呢啲咪真正嘅中式夢核咯。